好啦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2025年6月14日星期六下午5點嘅颱風速報，現時嘅時間係下午4點47分。好啦，我哋咧而家咧就我哋而家嚟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。與蝴蝶相關嘅強風區位，今日剩餘嘅時間及明早6月15日影響主港口一帶，本港有狂風驟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。蝴蝶會喺聽朝早於本港西北約300公里左右掠過，稍後強風速度會最少維持到聽日中午，除非蝴蝶喺內陸保持住較高嘅強度，或者採取較為接近主教嘅路徑，否則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嘅信號較甚低。雖然星期一同星期二蝴蝶經遠離及消散，但係活躍嘅西南氣流會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，市民請提高警惕。海面有大浪及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我哋講咗咁耐我哋而家睇下個風暴路徑。現時下午5點，強烈熱帶風暴蝴蝶應該集結喺香港之西南約430公里左右。我哋而家嚟睇下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。跟住我哋而家嚟睇下個雷達圖像。好啦，我哋下午5點嘅颱風速報就講到呢度。我哋夜晚8點仲會有一次颱風速報。我哋夜晚8點嘅颱風速報再見，係咁先。